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的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振兴三倍冠对7月25开始就会当和平上一个月换，预计在今仔日也做试验准备。另外18到25这2个拜六拢规日会当去换。国际危机组织伫上次的危机观察报告讲到，台海局势未稳定，加美中互相竞争牵连上大。中国当日落大水，予地区江西饮水灾情真严重，甚至有人家就叫大水冲了了。讲到振兴三倍冠，对这个月15开始，到民众会当直接去换路，预计在今日也做试验准备。全台湾到单，也有要到1300万人也未去注文。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日也去到现场视察演练，也指示中华邮政就要成立应变中心。另外18到25这2天的拜六，邮局规日拢会服务民众。现在是280号跟281号，可是可能要等蛮久的时间。你要不要我们周6再过来？邮局内底4个拢是人，振兴三倍冠要在15开放红买，领取抓本券。中华邮政车到进行发放三倍券，压力测试、刷盘推演各种状况。人若想做加开快速通口，不过敢若是演练现场的路线就开来开去咯。8个小时192件，大概200件，3000台来专办振兴件，然后乘以200，大概是60，一天处理量60万。这阵三倍券有买人数超过1000万，全台湾要将近1300万人也未买。人恐惊拢会来到邮局买。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长，伊有估一件零柜要用2分半，可能要20天才全部发得完。15迄天，民众摕健保卡加现金1000块到邮局买三倍券，一个人会使代领5分。人多时阵严加健保卡寄伫个柜台，迄天较晚再来领券。另外，邮局更加在7月18到7月25 2个拜六加班，规天开放民众买领券，并身份证上买一个号码，单号135，双号24来购买。拜六就无分单双号。我们预期大概前2周是人潮最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之所以到邮局领，是因为我是交通部嘛那我们所属的邮政公司在办理这个业务，那我也想说去体验一下，事先收件，然后一起办理，或透过跟村里长的合作。财政部7号也宣布，三倍券绑定台湾配，前30万名的回馈金对原本300提悬到500，30万名了后为前200块，头一摆100块是无名额限制。获得200元的这个回馈金，也就是这个完全是没有名额限制。进前有大东部路反映到邮局路途遥远，买无方便，令振兴券出现城乡差距。林佳龙讲，偏乡地区会用另外办理，经由村里长统一收件发放。15发放迄天，也是中介收入户甲身心障碍者领取补助日子。伊指示中华邮政成立应变中心，确保三倍券供应调度充足。记者综合报道。自即马开始，唔但有三倍券，农委会也宣布讲要推出500万份，达分250块的农邮券，是先爱登记才抽扣啊，而且使用方式是一届爱全部用好了，无走烂山，而且爱到别个乡镇才会当使用。希望民众拢来交管社会。农委会辅导各地农家妇女成立的田妈妈，拍出一盘搁一盘的料理，地糕也有紫米饭，8项菜原价4000块。7月15三倍券开始使用了后，1月3000块就吃会到咯。前半年我们没有收到的营业额，可能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收到的，就是趁这一次机会把这一些补回来。每像这摆三倍券上机，农委会增加推出500万份250块名额的农邮券，本国国民甲非本国籍的牵手拢能适用。7到下晡3点到18透早上网络登记，7月14到7月19分2摆来抽出。中签的人会收到简讯通知连结，摕到 QR code， 用到农委会认可的农林渔牧业者社会使用。另外，民众这边到农业场所买限定优惠商品，亲像福地，每晚1500块，另外加上农邮券1张，3万为止。如果家里有国小或者是甚至幼稚园的小朋友，那你当然也可以帮他们直接在那个手机上呢直接代领。今民众若是无智慧型手机，其他家属用单位登记，上最2张。农邮券一摆使用袂找钱，必须爱看乡镇市区使用，并且伫个简讯通知迄天起60天有效。我们的农产品的平均的一个单价跟其他的产品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用250块来设计。250块，如果你去买1公斤的月光米，那刚好1包。那我们也希望说，到时候消费者可以再多加码。
预防券可以装电子旅游券、动子券，即阵又阁有农游券。国保会推出优惠要抢相机，不过国保会拢有各个网站甲时程也全部是限量，引起部分网友质疑，政府为安怎无法度一摆甲整合起来，不过这麻烦，到底是伫咧考验什么人呢？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国军的消息。汉光演习日前预备演练的时阵发生意外，在今仔早起，海军各在屏东的嘉乐塘海堡进行预备演练，也甲日前发生意外的突击艇这个项目取消，演练其他项目。虽然讲演练到一半，有一只渔船仔走入去演练的区域内面，好加在军方有随甲因处理。目镜抓直升机甲 F-16战斗机伫咧空中做暗号战术。AAV 怪两车突击车也由 M 南暗号上花。汉光演习有限最高早起所到屏东嘉乐塘海堡，以攻击军加防卫军进行联合两车作战操演。因为吹沙伫桃园海峡进行训练操演时阵，发生突击船并船离世一名位的意外。虽然早起取消突击船的运动科目，操演依然进行。它还是这个按照原来的演习科目，那仍然进行，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因噎废食。一直到这嘛，今年强军已经派军机14遍侵犯台湾的外围空域。面对对方的威胁，操演并无因为顶礼拜意外取消。军事专家认为，两者之间无相大的关系。解放军它的绕台，或者在我们防空识别区出现更多的这个飞机的活动，那应该不是针对台海形势，主要是应对美军的活动而来。我认为是没有一个相对性。第早起联合作战操演顺利完成，不过依然发生意外，有一只渔船无顺利走入去演习的范围，军方赶紧派巡逻艇介护伊离场，并无造成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份国际危机组织伫上新的危机观察报告当中，甲台湾海峡、南海、朝鲜半岛、中国印度边境拢总有16个地区列作政治安全形势重大恶化的地区。这份报告也讲到中国战机来扰乱台湾，甲香港国安法种种的问题。对学者也分析讲，台海局势未稳定，甲美中互相竞争的牵连上界大。台海的情势继续升温，中国解放军今年已经14遍派军机来扰台，前一遍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扰台集中伫咧6月份，引起国际危机组织高度关注。伫咧上新的危机观察报告当中，罕见将台湾海峡、南海、朝鲜半岛、中印边界等等16个地区，并列作政治安全形势重大恶化的地区。佮讲到中国会用一切必要措施阻止台湾独立。主要还是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逐哈，比过去有升高的迹象，近来比较高频率的这个入侵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以及这好长一阵子这个美军是更高频率的一个自由航行通过台湾海峡的水域。报告指出，台湾返老港版国安法实施，国际危机组织虽然不是头一遍点名台湾海峡的情势恶化，但是今年是头一遍点灯号。学者直接讲，对台湾来讲是未小的警讯，但是现阶段台海要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可能性也是无悬。但是最近南海常常出现军事比拼，解放军甲美军同时间军演，美军特别主动公布双航母打击群尼米兹号甲雷根号已经驶入南海，强调用力量实现和平。美国海军呢特别说，我们的演训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它后面的一个效果跟意涵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这个地区里面最强大的一个海洋的武力。那我们在这边是执行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做的，包括自由航行，包括维护这个地区的一个稳定。中国国力崛起，那么想要试图增加它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乃至于想要整个掌控南中国海。美国透过这种派双航母，乃至于3个航空母舰来，也表示说，美国还是在这个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印太地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学者分析，美军双航母的联合军演已经做几年，这回伫南海常常出现，主要是要展现美国海上霸权的地位，放出政治信息的意义是比战略信号更较大。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特别公告，2只训练舰甲美军伫咧南海共同训练，强化美日的双方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通过香港版本的国安法，也引起世界关注。中经院的学者吴介民也认为讲，香港国安法就是要切断香港甲民主国家的往来，而且后一步就是要吞噬台湾。另外，香港国安法内面也有写到台湾，若准是台湾人去到香港，有可能也会发生风险。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时代革命。 真侪台湾民间团体也组织支持香港的救国设机来实行港警的国安法救国设机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其中施行细节更是对全球设管辖权引起批评。中经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表示，港版国安法是中国去柏林请会切断香港甲民主国家联系。一旦等到柏林围墙如果真的盖好之后，这个压迫体制就会稳定下来，整个香港就完全被中共控制。 他下一步就是很多人现在担心的，他收拾了香港之后，就是开始要明确的剑指台湾。吴介民认为，美中对抗下，正造成冷战局面，香港就是战场，西方国家对香港态度较粗性毫不够明确，中国可能开始继续扩张，关系台湾民主自由未来。台湾应该伫咧支持香港国际队扮演连结角色。香港局势变化，把它当作一个契机，让台湾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个 新的节点跟中心。港版国安法内底佫讲到台湾，授权香港警务处长影响国外，或者是台湾政治性组织，或者是代理人，要求提高伫香港活动甲告知，是毋是将来台湾人到香港有风险？行政表示会讨论是毋是要提醒，或者是规范公务人员。 公务员本来就会有我们内部的相关规定哦。那至于港版国安法订定之后，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的去提醒或规范哦？这一部分政府会进行必要的讨论。 总统蔡英文表示，会考虑对港版国安法提出反制措施。根据了解，政府已经将欧国严密监控几件技术强调伫台湾发展组织诱使台湾高科技机密者相关的案件，必要的时阵会收网掠人，达到协助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宣布明年7月要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讲支持这项决定，也批评 WHO 政治化，佫是一个上无能的组织。不过 WHO 特使也表示讲，台湾无法度参加，袂当怪 WHO。不过美国若准是退出，敢会影响到台湾的参与权利。咱的外交部也表示讲，咱要参加的目的是绝对袂改变的。 美国政府正式发文予联合国，宣布2021年7月初6就要退出世卫组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伫咧记者会顶悬保卫这项决策，佮较批评 WHO 长期的腐败甲政治化是有史以来上界无能的组织。 The president has made very clear, we are not going to underwrite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historically been incompetent and not performed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rruption and politicization. And it's not that it doesn't get some pieces of their program right, that's certainly true. But on balance, this organization has not been able to deliver on its core mission for decades. 蓬佩奥搁在当批评中国暗砍疫情的事实。美国伫咧疫情应对方面，同款是伫世界带头的地位。也若是 WHO 的特使纳巴罗伫咧接受专访的时阵，对川普的决定是表达艰苦。伫咧起访问着讲，中国甲台湾为着台湾加入 WHO 这件代志关系真紧张，敢是有可能促使川普退出 WHO。伊搁再表示，台湾无法度参加，袂当怪世卫，而且讲 WHO 无看重台湾年册经过批这个讲法是毋对的。只是美国即马退出，敢会影响台湾参加 WHO？ 外交部强调讲，目标无改变。因此，我国推动参与 WHO 以及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不会改变。 我们会全力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来支持并且认同台湾的一个提案。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也若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改选提名拜三结束，拢总有墨西哥、韩国、埃及等8个国家提名，已经有候选人的阵营甲台湾联络，希望得到支持。外交部嘛表示，会掌握上新的情势。 但是台湾驻 WTO 代表这个位目前是空的，人事会搁再经时间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综合研究院在今日发布经济预测，因为武汉肺炎影响到全世界经济，伊也估计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55%。研究院的创办人刘太英也提醒讲，股市的反应也已经惊偏去啊，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目前全球都在制造泡沫。只是这个泡沫什么时候要破，我也不晓得。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因为资金太过剩了，股票也大涨，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它资金跑到股票市场去了，没有真正增加它民间的投资。 台湾综合研究院甲今年经济成长率下降到1.55%，也讲到各国为着要救经济，也拢有放令。全世界股市拢有一寡破纪录的悬。虽然讲最近台股的表现是真好，不过股市的反应也已经无照预期来行。个人或者是较小本的投资者，就千万唔通迷信。 讲到大同公司的公司派日前甲股东会顶头引用企业并购法，甲市场派的表决权全部取消掉，所以引起争议。不过经济部伫今仔日透早举行记者会，驳回大同申请的董事变更。另外，金管会也认为讲，大同甲市场派股东投票权取消，已经严重违法公司治理甲股东行动主义，已经甲案件送到检调单位依法告发，也那市场派的已经向经济部申请召开股东临时会，要改选董事。提出申请书，大同董事改选候选人之一的新唐公司负责人任凤信，下晡开记者会宣布，已经依照公司法第173条第4项规定，向经济部送件以3%股东身份，要申请开临时的股东会。林国文院女士她的得票数低于我3倍。 以上，所以呢，很高兴金管会、经济部都认可，这是一场不公不正的违法董事会。同一时间，大同公司小股东也是市场派代表的蔡玉珍，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大同公司董事长林过文严等人剃除股东表决权，妨碍股东的报道，违法选举票这行为严重损害股东的权益。 我在证券史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的违法乱纪、这么的胡作非为的一个股东会。大同公司经营权之争继续烧，6月30日大同举行股东常会改选董事，董事长林过文严伫股东会引用企业并购法，认为市场派股东有并购企图，所以剔除53%股东的表决权，互公司派摕到9席董事得到胜利。为保护投资人权益，证交所为7月7日开始对大同股票采取无限期专业交割。投保中心宣布要对大同董事长林过文严提起该人诉讼。 经济部是正式驳回大同公司的新选人董事变更定义。实际出席股份总数9.9亿多股，出席门槛没有达到公司法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出席。针对大同股东会剃除表决权，金管会以牵涉违反证交法，提高检调依法告发。未发给部分股东表决权票及选举票，以涉犯违反证交法。 第171条第1项第3款之特别背信罪嫌，金管会已将相关资料提供检调单位，依法告发。金管会认为，股东权利的行使拢公平机会，这是公司法制基本规范。大同公司的做法已经违反公司治理、股东行动主义。目前大同公司还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日前，台北市长郭文哲针对着台北捷运月票用超过1万块的，爱交通局去查。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用超过1万块的目前有3张，这3张票的使用情形有2张是用来坐捷运，1张是用来坐公车，而且使用方式路径一直是相接伫咧用。这款的行为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 顶大台北地区捷运或者是公车，一个月1280块，当无限次数凊彩坐，啊，不过也不时会出现坐价超过1万块案例，互台北市长官提真好奇，甚至怀疑是毋是有人利用这份来送货，要求交通局爱调查。结果公共运输处查到，今年坐1万块就3张。频率比较常出现有3张卡，其中2张卡是坐捷运，1张卡是坐公车。那它主要就坐捷运，它可能会在坐板南线，然后在板南线的中间站也会上上下下，然后可能到端点站也会坐到端点站这样子。根据了解，去年捌一个月上只有7个人用1280块电器票坐破1万块，啊，不过今年人数下降。材料汇集时间甲连续性发现为早起甲暗时，初步判断毋是复制卡使用，啊，不过也毋知伊使用目的，而且电器票包含双北、以登距离通勤，佮加上公车转坐
统当局指出，使用金额超过3000块，占2%左右。平均大概28万张左右，超过3000元是占在我们这28万张里面大概几%？大概2%。一向就是看到健康，没看到崩康啦。你的心态就是，你不愿意让市民占便宜就对。极端的案例两边都有，不是只有花到1280的人有。那如果你要不要去调查有人买1280，但是他可能这个月只打50块的？用超过3000块公特别查，引起哪里市议员批评。不过公民处指出，因为明查雇主无法度判定大地点，也无违反电机票使用规定，同时提醒民众，而且配合合理使用电机票，避免浪费公共资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逢甲商圈有一个手机充电站，用会员的制度先甲人收钱，民众不管时拢会当去充电。所有民众设定讲一届充电敢若充1分钟尔尔，不过这充1分钟也算是有开钱，就会当拍一张发票出来。这个民众就连续开200张的发票，想袂到国税局也来调查咯。手机无电啊！今日这间自助充电站，只要以手机 App 连接了后，就用提供充电的服务。时间长短家己选，上加每分钟才1块。完成了后，佫会自动印发票。不过，少人发现因分配绩效，连续印200张1块钱的发票。就是我们不会去限制，那也没有想过说会有客人就是会1分钟1分钟这样子按。代志发生在6月初，业者被国税局约谈说明。国税局认为店家违反应税法甲统一发票使用办法，因为顾客是伫拄达了后，个连接 App 使用服务。不过拄达的时阵就应该开发票，毋是顾客每一摆使用了后才印发票，所以将7、8月份的发票限额减少到500张。付款的时候呢，他就要一次交易开立1张发票。那我们目前呢，根据他的会员的人数大概150到200之间来估算他1个月的使用发票的数量配号给他。不过业者解释，因是以服务实际发生金额开发票是针对每一摆消费行为，无法度限制顾客做法。5、6月都开出将近10000张的发票，即嘛根本无发票通开。现在是已经完全用完了，我们就只能客人有来消费，就是跟客人讲说，那可能到时候有发票的时候再请你回来拿。国税局以会员制评估，充电站的会员差不多100多人，7、8月份500张配额有够啊！要求业者改变开的方式，将避免洗发票，甲无适当消费方式产生发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花莲的水水。伫咧花莲水尾武好大地一个所在，附近有一片国有的森林地。最近看过去，往到东边这边的山坡地开始一个崩，逐工拢是崩一点点落来。林管处也烦恼讲会发生大规模的崩山，目前也已经封路，禁止任何人入去。经由空翕机对关的所在翕来，画面员看到花莲水水乡武和大地21号国有林班地崩一片真大片，由下面就是种蜜芳红地武和村，附近民众真烦恼。林管处也已经将上山的产业道路封起了。是会担心，因为这中间都是槟榔园嘛，它要滑，它就整个都要滑下来这样。开始发现位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差26公尺了，没有特别的那个需要不要上来。根据林管处委托城大调查，即阵已经超过10公顷面积山坡地，处对下骹内，并且每工平均5-6米里。伫山顶动，林管处讲，即阵未对山骹的村庄造成威胁，不过必须随时注意。整个滑动的土体的量大概有300万方，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在山区里面，所以并不会对社区造成立即的危险。另外，崩落的所在下面是武和净水厂的集水区，若是水源受到影响，对着在地农业一定造成影响。对此，林管处已经在6月完成相关的查排水工程，并且对附近的地质监测钻勘随时发布防灾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头牺牲，咱来关心中国灾情。中国最近因为大水祸的关系，一再传出灾情。根据统计，伫咧江西省14个观测站，因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805毫米，占全中国的46%。地区江西灾情真严重，甚至有人家厝去互大水冲了了。伫咧中国江西盘阳县的一间人家厝，去互大水规个冲甲倒去，无到5秒钟的时间，就去互大水淹去，场面是真惊人。
好在当地民众已经提早撤离，并无人受伤或者是死亡。中国最近受到大水雨的影响，长江流域几个所在出现灾情。根据统计，江西省初8到初9拢总14个测站点测到累积总雨量达到805.5厘米，占全中国的46%。好的，谢谢了。拉近。会使讲是中国要一半的大水雨，拢集中落伫咧江西，地属江西的灾情真严重。番阳关部分的地区，规个拢做大水，袂少人家厝崩去，桥嘛歹去，也是有袂少村民踮伫咧淹水的村庄内底。所有人员冒险出动手灵艇去救援，看到家己的厝甲故乡变甲安尼，因是讲甲后甜。因为这里一片村庄。也是我家里。大雨地属崩山，贵州东仁松桃县发生真严重的土石流，走抓有差甲200公尺。因若水崩山是有900公尺远，造成4个村庄至少507个人受灾，也佫有真侪人失去联络。空翕机翕到真侪厝拢崩去，不过雨敢若是还落无歇困。外界烦恼讲后一波的灾情会接续过来。现在河道呢是已经形成了线上，不停的向下滑落，而这也对河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乌北部黑市花桥镇是出现崩花，长度有40公尺，造成水尾有1万多亩的田，也佫有4个村庄受灾，政府赶紧透明抢救。现在经过昨天晚上我们官兵们和我们地方的这个工程机械合力配合，经过一晚上的奋战，目前已经剩余的溃口将缩小至现在接近不到20米。小心一点哦！福建南平武夷山市几个所在连续拄到大水雨，水流是真急，也佫有车浸伫咧水内底，所有人员甲时间伫咧比赛，顺利甲民众救出来。当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风景区嘛已经全部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8伫记者会顶头批评中国，批评的内容包括着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的自治变作是空嘴报纸，也谴责中国甲印度的边境冲突是讲中国对印度亲门踏户，甚至讲会根据着国家安全停止使用中国软体抖音的海外版本 TikTok。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8在记者会上大刀批评中国，进前伊接受媒体专访讲，美国政府正考虑禁用海外版的抖音 TikTok， 这系中国的社群媒体。蓬佩奥佫再讲，这是甲美国的国安有关系，政府会采取作为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资讯。We have been engaged in a constant evaluation about ensuring that we protect the privacy of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ir information as it transits. So this doesn't relate to any one particular business or company, but rather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而备受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在6月30开始实施。蓬佩奥批评北京答应香港50年不变高度自治，敢若过2-3年就论做空头支票。对着Google这社群媒体不爱甲用户个人资料交互港区，伊是真恶劣。I want to give kudos to Google,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refusing to surrender user data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ther companies should follow them and do the same. 对着印度、中国2个6月中发生边界冲突，造成20名印度军人死亡。蓬佩奥批评中国做出侵略行为，北京一直挑起邻国的领土争执，全世界不应该允准这种欺负的做法。The Chinese took incredibly aggressive action. The Indians have done their best to respond to that. I put this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his behavior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deed throughout the world. 尽管对着蓬佩奥肯定，一份对着面册2年来民权记录的外部稽查报告表示，面册做过几项决定，包含对演算法的偏见、内容审查加广告做法等，拢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挫败。亲像政治人物无需要接受事实审查，就算美国总统川普拿到错误信息，面册执行长萨克伯格却是以言论自由允准这内容存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是继续在炭烧，因为确诊病例伫初7超过300万人，初8一日就增加59000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说是逼地方甲学校就要照时间开学。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伫咧初7达到300万人，而顶个月超过200万人的时阵，敢若过28天，累计造成13万2000人死亡。美国初8一天内又搁新增加59000的病例，其中南部的情形真严重。德州甲佛州各一日拢破纪录，新增加8-9000例；加州新增加7800例。全国连续2天新增加死亡的人数超过900人，是6月份以来上悬的。We had the 4th of July
holiday, and a lot of people did not listen. A lot of people went out. More likely than not, we're going to see those patients come into the hospital over the next 2 weeks. 路易斯安那州初八新增加满2000例确诊，有95%拢是社区感染。州长讲，顶个月防疫效果是已经放水流。亚利桑那州的加护病房空的病床数量是创下新低。佛罗里达州有42间病院，加护病房已经住到满啊。加州过去2礼拜加护病房入院的人数增加34%。疫情已经真严重，总统川普初八也是敢若无要无紧，要求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放令标准，互学生伫咧秋季新的学期重新搁转去学校上课。伊铺文讲，西欧、北欧甲真侪其他的国家拢已经恢复上课，无啥物问题。抑搁讲地方若无要配合，伊可能会减少联邦补助的经费。副总统潘斯讲 ，CDC 后礼拜就会发布新的指导原则。不过，包括加州甲纽约州长拢坚持学校安全中心开放的标准，无想要食紧动破案。美国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初八是对疫苗甲药研发的进展表示真乐观。There will be trials that will be going into phase 3 sometime at the end of July, and then others will follow in August, September, and October. The early data on these trials have us have a cautious optimism that we will be successful, at least in developing a vaccine with some degree of efficacy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beginning of 2021. 美国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拜登初八真大力批评川普，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抑佫有失业潮，讲领导是完全无路理来，种族的分裂是愈来愈大。美军伫咧海外面临着生命的威胁，这个时阵国民需要一个更较强、更较安全、更较公正，而且更较统一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在今日继续进行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审查会，朝野立委继续把重点放伫咧废除考试院，要求被提名人就要表态。其中一位被提名人就是台大教授周连香，因为款团队的表现真质疑，也变做几来为立委该宽问的对象。初九，立法院会审查9个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在野党立委拢针对废考监的议题，要求4位被提名人爱明确表态。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是大动作，爱在场的4位被提名人全部上台举手表达想法。请问你们的态度是不是赞成？不赞成的请举手，还是没有意见？我们给你们问卷，你们也不回答。现在问，给你们机会，请你们举手一下，也不回答。那我不知道各位的态度是怎样，这样怎么会适任考试委员呢？5个4位拢点支持，也若全体4位被提名人，嘛因为无互时代力量党团正面的回应向批评。伫咧4位被提名人当中，江豚妈妈也就是台大教授周连香，和部分的环保团体质疑讲，哪享受政府的资源，搁哪做开发单位的顾问，并无适合，真做立委真接点名的人选。案子的沟通过程中有造成蛮多的误会。不光实话，我要再重申的是，我是扮演球员的角色，我不是裁判。你拿政府的经费去做这个调查，原始数据你愿不愿意公开？但是我们研究的成果都在林务局的报告，成果不是原始数据嘛？你这讲什么话呢？另外，4位被提名人陈金星所属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伫咧大选挺蔡英文总统，嘛起互外界质疑讲提名有后下的意思。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教会甚至不知道我被提名。以前就希望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改革，我自己没有想到会被提名。立法院会伫咧初10行使考试院人事动议权投票，不过民众党已经表态无要参加投票，会全力推动废除考监的修宪案。记者综合报道。大法官伫今年5月宣告通奸除罪化了后，前法务部也拍算要甲妨害家庭罪当中的合有罪第2项汰掉，未来翁婿或者是太太就袂当主张第三者干涉合有罪，讲人诱拐配偶离开家庭来提起刑事诉讼。现行法令若是翁婿也是家后离开厝的，甲第三者共同生活，原配应该告第三者主张对方开设好友罪。因为根据即阵刑法240条第2项规定，好友有翁婿也是家后的人脱离家庭，上悬应处3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讲，第三者即要构成诱拐人的翁也是人的某，自愿离开家庭，不管是不是发生性行为，原配就应使告第三者。不过，伫大法官宣告通奸罪违宪了后，法务部也要甲好友罪第2项条文删除。
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的一个这个经营，应该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这种相处跟这个沟通，而不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刑法的一个方式。立信基金会认为，条文的三读加通奸度西化，拢是基于婚姻自主性自主权的保障，因此赞成家庭婚姻关系回归民事赔偿。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黄国勇是提出质疑。这个合幼罪里面，它不只是跟小三小王的问题有关，它还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立法的要旨上面，它主要的是要保障的是一个家庭的监督权。现代妇女基金会讲，合幼罪有一定程度合作效果，若修法三读，会互第三者更加破坏婚姻家庭和谐，互现有家庭制度出现危机，所以这类犯罪形态也面临无法通管、无法有效阻止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全世界货运的航线重新规划，和香港刷来一只全世界上介大的货柜船——韩远格但斯克。这只货柜船专长要到400米，目前等咧落货，暗时10点会离开高雄。这只世界上介大的货轮透早开入到高雄港，伊的母公司和阳明海运拢是 THE 联名的。原底无规划要入来到台湾，却因为疫情的影响做调整。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同级数的船会2礼拜入来高雄港一摆。对今年4月开始，有26只乌鹅伫咧台湾南部跨山，其中有24只死亡。专家也分析讲，可能是一体感染到病菌才会破病，才去互水流冲到海边才会跨山。一寡专家上介希望的，就是国家投入资源，做预警系统来抢救这寡海洋动物。小海翁伫海巡人员的帮助之下，总算重回大海。2个月之前，小海翁因为卡伫高雄港马藏角顶悬被救援，发现时阵伊肺部发炎，肚边有一个真深的空喙。好佳在经过救援小组真细致医疗照护，才慢慢好起来。不过其他小海翁都无这么幸运咯。经过专业的团队去解剖之后，其实都发现体内有很严重的感染状况，包括肝、肺、脾，那也验出来有一些杆菌的部分，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生病。今年4月份开始，陆续伫台湾南部扩大的小海翁有26只，其中24只死亡。经过调查，可能是集体起火着克利博氏菌，免疫力下降，无法度因应较强的海流，才会受到岸边。因为某些原因，它的免疫力稍微弱一点，然后环境中有这些菌，然后它被感染了，然后一只感染之后，那只就变养菌的地方，然后它就散播给其他的。最近3年来，春天甲夏天之际，台湾南部海域对发生小海翁扩发。2018年30只，2019年降到13只，不过今年这半年外到26只。生态鲸豚研究中心主任表示，希望政府各投入资源建立预警系统，搁伫近海或者是中海，侦测有难的小海翁，提悬团队的救援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一款海棠秋形滚藤，伫去年入侵台湾，造成咱台湾农作物的损害。不过，有专家也发现讲，本地用来预防患病症心糖的赤甘能亚成芳，这款芳的幼糖会当压制秋形滚藤炭开，达到生物防治效果。目前，花莲糖厂也开始登来生产。一片一片的假成能，平常时也会当用来防治款病名。即马佫加一项新的工课，就是会当解决去年入侵台湾秋形滚藤的问题。是有奶蜂产卵在那个卵里面，那幼虫孵化出来后，把那一个卵内的物质全部吃掉，不会孵化出幼虫、毛毛虫。所以它既然没有毛毛虫，它就不会去吃所谓的一个植株，不会造成植物的一个危害，那达到从源头就阻断它的一个危害。这种赤目卵架生芳，经过研究发现讲，除了患病名以外，也佫会当架生伫咧秋形滚藤的卵内底，为源头达到生物防治效果。一片差不多会当孵出1000只架生芳，按算1公顷放160片，规个番麦生长期放4届，以花莲1000公顷的番麦园来看，差不多需要64万片才有够。若是要扩大到全台湾，会需要佫较侪。目前研究的成果对农民来讲已经是真好的消息。从小颗就开始吃到什么？现在连1米穗在吃，有寄生蜂，它可以随时在保护着那个薏米。其实就我们这样
1年观察下来，大部分的玉米田都只要种下去，其实都多少都会有发生蚯蚓菌虫的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就是帮农民抓好这个防治的时间点。目前赤肉卵架生芳的卵片，敢若花莲糖厂有咧生产，即卖已经投入自动化机械研发，希望未来会当维持1年20万片以上的产量，才会当阻挡秋香菌虫的栽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有一间超过50年的剃头门店，因为未堪的市场竞争，决定讲对7月19开始要甲店收起来。也真侪人对这间老店真有感情，区公所也决定讲要办一个展览，互大家去怀念一下。今日去台南中西区的大平洋理发厅内底，规排长长的理发院看起来是真有气氛。不过人客煞无济，一阵年会平均70岁理发师傅，敢来当拿整理拿等人客上门。但是看壁顶面挂一挂30年前的相片，才请营时阵是有27位理发师傅在替人客服务。做工会做了，有爱来插牌啊，这就是阮咧排班的牌啊。有哪有一个啊？我报名去共款的头家。对啊，头家了知影。大平洋理发厅是伫1966年创建的，上早店面是伫咧新美街，最后定建伫咧民生路。过去请营时阵，店内底加头毛的椅仔数量嘛是全台南的第1名，佫有特别的台中式洗头毛槽，是啥真侪民众想要来体验看卖。不过因为现代快速加头毛店哪来哪济，老式的理发厅豆豆没卖。经过真久的考虑，理发厅决定要结束营业。因为阮啦和客人拢会互动啊，大家袂输家己的朋友亲情安尼啦，大家拢做互动的啦。要结束啊，阮大家拢嘛会不舍啊。整个一个器具一个展示，好，然后包括说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体验，最后就是在当天那天我们也会有个纪录片的一个播放哈。老理发厅要关门，大家拢真唔甘。为着这件代志，区公所决定要举办理发厅的系列活动。会伫初10开始，展示老师傅的计时头啊，用加几口喙手展现老师傅的技术，欣赏纪录片等等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台南传统男士理发老店的技艺，佮有厚厚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鼎盛山庄内面有2丛100年的荔枝树，因为今年大出，特别开放予民众去挽荔枝。活动迄天也有200位的民众参加，现场是真热烈。一群人向前走，这是台中潭子区的德兴山庄，内底有2丛100年的荔枝树啊。今年是大产，所以特别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挽荔枝。活动一推出，200个名额随互人抽了了。哦，不要讲亲戚，啊，大家一起来呢，今天采的开心吗？开心吗？挽荔枝的时间干那15分钟，大人囡仔拢真认真，有人爬去树仔顶，有人做伙合作，一个人扭树枝，一个人来挽。活动的过程是真热烈。这个荔枝树呢，它今年长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像去年荔枝大家是不太丰收的，那今年有这个情境呢，是不是我们就让它跟社区民众、跟市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特别为了这2棵我们保留的非常漂亮的荔枝树呢，就让社区的民众还有这个市民啊、小朋友们呢一起来参加。德兴山庄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迹，要挖3000倍，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来客的数量是减真多。不过后疫情的时代是来啊，过来旅游是真受欢迎，园区嘛举办活动，请大家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新港的乐龄学习中心，唔那训练一寡阿公阿嬷做志工，也请老师教因安怎熬鸡龟啊。人讲老人囡仔生，一寡阿公阿嬷也算甲真欢喜。嘿，莫惊嘿，用鸡龟仔熬做花的形体，自本有一寡阿公阿嬷听到鸡龟仔奇奇怪怪的声音，就会挡袂牢。不过，伫咧老师一步一步带领之下，彰化新港乡乐龄学习中心的长辈，即阵总算克服对鸡龟仔的惊吓，会晓做花，嘛会晓做帽啊。嘿，真好耍哦！嗷送予女朋友。我咧行，我到尾咧坐，佫袂哦，佫袂惊哦。嘿啊，
新港乡乐龄学习中心为着要实现，让长辈会使踮伫咧故乡养老的这个目标，也希望增加长辈的信心甲活力。即阵除了举办活动，佮邀请因做伙做志工，引导因为参加活动的过程学一寡技艺，再佮互因舞台去带其他人做活动。长辈咧来学这个气球，学咧，听讲过来教人，互因咧增加因的活力，更有活力。新港乡乐龄中心表示，即阵互人叫做是高龄志工的人，年岁差不多65岁左右。不管是甲人画图、办展览，或者是讲和生死离别有关系的故事，长辈就是带领大家做活动的主角。阿公阿嬷做志工，分享因行过的路，增加未少信心，也实现食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差不多2冬前，伫绿岛的海底设一个全世界上界深的海底皮桶。这2冬来，拢总有34000多张的海底钢皮。这个皮桶也吸引真侪游客来遮行搭。乡公所也希望讲，如果再设一个，欢迎大家来海底行皮。台东县政府2018年伫咧绿岛石浪的海底11公尺半的深度，设立世界上深的海底皮桶。今年6月中，等头一届搬上花生等完成，佮重新落海底安装好势。顶礼拜暂时做游辨士的潜水教练落去海底收皮，皮桶内底的皮是已经填满满，伊要替游客寄出去。即届收到累积2礼拜的明信片，有300多张，摕上花了后，阁还有专人真顶真用布漆的，内服搭才会当送去邮局寄。收到批可能要1礼拜。因为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鱼的鳞片啊，或是海草啊，然后这个都会影响他们就是那个晒干的速度。绿岛乡公所统计，海底皮桶这2年来已经寄出34000多张防水的海底明信片，连带创造旅游消费6000多万的商机，成做绿岛真重要的观光资源。真侪游客去绿岛，都会想要寄一张海底的明信片，给亲戚朋友一个特别的祝福。绿岛的海底油桶是全世界最深的油桶。我用自由潜水的方式，一口气潜下去，给对方最深刻的祝福。我们也用豆丁海马来倡导我们海底资源的重要跟海底资源的宝贵。不过，头顶海马造型的海底皮桶，若拄着风影上大的时阵，就无法度予游客落海底寄皮。今年乡公所按算公开研究设计，佮打造一个绿岛特殊造型的海底皮桶，放伫咧北边的海域，提供更较侪游客寄出为海底来的祝福。记者综合报道。学台语无师傅，接听接讲你就有。台南的台语会活动连续2个拜6礼拜举办台语市啊，这的大头看板也拢是写台语文的，而且佫用台语甲人客做交流，要互众人体验到台南好景地满满的人情味。上好啉的台湾茶来啉茶哦。下晡来到台南五园踅市啊，这个市啊有啉的，嘛有食的。这边有古早府城的大卤面，遐卖是龟粒的山野冰。你敢有发现，这的看板拢写台文，头家嘛拢用台语介绍。拢伫遐做，鸡啊、起面啊、树果，还有迄个鱼白。袂歹啦，会当推广这个台语的文化安尼啦，嘛当来了解一寡种传统的台语要哪讲啊。就是想要学台语，这位妈妈就带后生来踅市啊，也体验安怎写学语。放入去水内底，放入去内底压落，出力落。陈小姐甲后生住伫英格兰，伫厝里主要是讲英语，也毋过全家伙仔转来台湾了后，伊就开始甲后生讲台语。转来3个月尔，我咧学啊，就是你家讲的拢听有啊，嘿。现场有足侪囡仔对这种东公仔车最有兴趣，拢是第一道耍这种古早的佚佗物啊，阁有会使体验安怎印衫。太好咧，了解。白衫印出台湾点心的图甲台文，伫即搭推广台语文的，嘛有足侪甲台语的文字变成的产品。这毋若讲台语，阁会使写台文。台语其实嘛有文字，而且你只要讲会出来，就写会出来。阮会家讲台语，当然因着加减会讲台，就像讲，我调工做爱摇，逐拄就大家问讲，你一碗卖10块，我讲因为趣味啊。主办的台南古城联合工作室希望打造一个友善的台语环境，互百代世界拢会使一边耍一边食，大家拢来练台语，博感情，交朋友。嘛来感受台湾人的人情味。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
再来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南韩首尔市长朴元淳在今仔日留下遗言了后就失踪啊！警方伫拄则也找到伊的遗体，死亡原因也当咧调查。再来，咱来看到中非的消息。伫咧中非共和国有一对2018年出世的连体查某婴仔，伫校正的协助之下，替因找病院做婚礼手术，落尾手术也真顺利，病院也替因办生日会来甲庆祝。 6月29號，媽媽抱咧真歡喜咧握手的2歲雙生仔姊妹艾維娜甲皮瑞斐娜班格羅，2年前出世的時陣，規個後殼是連做伙，200萬之一真罕見的紀錄，就發生伫因身上。好甲在校正甲因一家伙仔鬥3工，這對連體翁仔出世無偌久，就對因媽媽做伙去梵蒂岡的兒童病院做婚禮手術的準備。 英國連體翁仔頭殼的婚禮手術，大部分是頭殼頂燒黏，毋過班格羅姊妹仔的情形較複雜，因兩個是規個後殼燒黏，大腦的血管甲組織嘛攏連做伙。Noi abbiamo avuto l'opportunità di seguire uno dei casi più complessi. Perché? Perché le bambine condividevano, oltre a un'estesa parte della cute e del cranio, delle strutture vascolari molto importanti che dal punto di vista anatomico si chiamano seni venosi. Quindi una struttura dove il sangue utilizzato dal cervello poi andrà al cuore. Naturalmente se questi sistemi non funzionano bene c'è un problema che si traduce in disastri medici. 班格羅姊妹仔攏總做3階手術，2019年5月到6月2階手術，甲這2個囡仔製造獨立的靜脈引流系統。那重要的婚禮手術，伫咧今年5月初6進行。手術進前，30個參與的醫護人員，還佫利用3D 影像、甲神經模擬器做真濟屆的練習。落尾經過18點鐘的手術，成功讓這2姊妹仔有新的人生。 Tutti noi, nel momento in cui è avvenuto il magico momento della separazione, eravamo col personale della sala operatoria emozionatissimi. Cioè, questa è un'esperienza che è non solo professionale ma soprattutto umana, perché pensare di essere arrivati a un percorso che solo immaginavamo, ma con tante di quelle possibilità di insuccesso, ha reso questo momento, io direi magico, meraviglioso. 馬拉斯醫生所帶領的醫療團隊，初次伫咧羅馬舉行記者會，對外公布這對中非的查某連體翁仔婚禮手術成功的好消息。因的媽媽對囡仔未來會走會笑，會當甲一般的囡仔同款來學習，是甲院方甲校正表達上深的感謝。記者綜合報道。 伫咧泰國中部的華府里府有規定的高山，本地是當地上界重要的觀光資源，所以因為疫情關係，無觀光客去市郊，所以開始出現高din三錢搶價、佔領街頭情形，民眾也感覺受到攪擾。規定的高伫咧路沿走，為一個站十幾店的門口，想要搶物件食，就連廟的壁頂也能看到規排的狗。 泰國中部華府里府當地特色景觀就是狗真多，因過受疫情影響，泰國實施居家限制，無遊客來，狗無物件食，要甲過頭的狗開始搶人的物件食，若是甲路龍佔條的，一個撞入去名體甲店的搶食的。เราก็ต้องอยู่ในกรงถ้าเราไม่มีกรงเราก็อยู่ลำบ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ลิงจะเข้ามาตลอด1ก็อย่างจระเข้นี่เอามาตั้งไว้แล้วมันก็กลัวไม่ให้เข้าและอย่าง 狗遮多造成環境垃圾，一個佔一間遠期的電影院，甲放映室當作因的墓仔埔，甲死嘅狗踩喺內邊，不准人類入去。เขาก็จะเอาซากของเพื่อนเขาเนี่ยหรือลูกหลานเขาเอามาไว้ที่ด้านบน 華府里府當局只好是啟動已經停止3年的政策，甲這款狗綁起來，互因袂死。因用水果金這款狗入去籠仔內，然後甲籠仔送到獸醫診所，動手術了做記號。第一批拍算甲500隻狗動手術。 การทำหมันโดยการตัดท่อน้ำเชื้อกับท่อน้ำรังไข่เนี่ย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ทำหมันที่ถาวรนะคะ ส่วนการฉีดไม่ว่าจะฮอร์โมนหรือยาคุมเนี่ยมันยังไม่มีงานวิจัยมาแน่ชัดว่าฉีดแล้วเนี่ยจะต้องฉีดกี่ปี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จะคุมประชากรลิงเนี่ยค่ะได้มากน้อยแค่ไหน 目前當地政府也計劃要成立狗的收容所，不過可能有民眾的反彈，將會先對有設地點的居民做調查，再個決定設地的區域。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做伙來看預報，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你时间咱再会。同学当我，认真是2字都唔免合嘴，拢唔免合嘴，认真，你个咪个合嘴，认真，对，哦，你这人真正认真哦，做代志就认真的哦。名人黑白讲，所以你运动会走歪去，喝啉喝了正，你运动就一路拢好啊。每礼拜是拜5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画山画水画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章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章。做头章汉字写做做头章，罗马字写做知耳者，特鳌头，知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章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3不5时就会去洗澡做头章，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愈黑头。愈黑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啊头、5分啊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啊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老济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破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爱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澡，通常会先剪、修、洗头。若是要电头章，就用管啊、药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章，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黏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甲伊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阁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
无说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爱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章，说到剃平头，坐眉，拍宝，一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